第新闻继续来看，这敢是 IMB 诈骗案的翻版。背面媒体来压料，讲进前轰动一时的3联集团敛钱20亿的案件，主嫌徐晓东伫面册抛出着真济甲正常名流做伙翕的相片，有前总统陈水扁、前监察院的院长张捧雅、联电的前董事长周兴成，甚至阁有法务部长蔡清祥，而且甲蔡清祥的相片阁唔拿一张。蔡清祥是紧急出面来赔回，讲实在这个徐晓东的时阵，并无案件在侦办。知影对方有牵涉到案件了后，就无搁联络了，请外界唔通轻信谣言。含法务部长蔡清祥欢喜翕相，另外一张相片是两个人摕手机家己翕的画面，写讲拄好当着的部长。这个男子就是涉嫌违法赚20亿诈骗案的主嫌徐晓东。含正常名流做伙翕相片，阁唔拿遮。前总统陈水扁、前监察院长张捧雅、前高雄市长韩国瑜，也阁有联电前董事长周兴成，拢捌含伊翕相。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徐晓东伫2015到2019年期间，参律师伫咧全台湾各地开说明会，招揽民众投资3联蓝屏公司，讲摕10万块的保证金，就当变成是营运上的代理，来卖电话安全必需产品组来得到分润。也毋过实际上根本就无这项产品通卖，是用后金保证金的手法违法赚20亿。他是我在担任法务部长之前经人介绍而认识的，当时他并没有任何的案件侦办中。后来我得知他有案件有检调在侦办，我就不再与他有任何的联络，不再接触。希望大家不要用照片来妄下断言。蔡清祥马上跳出来将关系背甲理一理，严格立委柯志杰、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拢捌含徐晓东做伙翕相，目前是无取得任何回应。严格用相片用作和权贵关系真好的感觉，得到投资人的信任，袂说是 IMB 诈骗案的翻版，嘛互被害人看甲真正是要靠无目屎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